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初2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今仔关心中国第三载是雄雄宣布对咱台湾发动联合军演，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拢有出动，而且佫派出军机、军舰挖进咱台湾。因强调目的是要经过台独。咱的总统赖清德虽只是国安、国防爱应变。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虽谴责中国，讲这款行为是保护执政的军事压迫。因若今仔日，中国是搁再宣布对台湾海峡中部、南部海峡进行海峡雷达2025A 的演练。中共汉人山东河初一大动作出伫台海，海军所有军舰监视山东河边对动向，双方维持对立局面。边也有兵团军舰甲所有军舰同齐监控山东河。因传人等国的 RF-16伫空中监控中共9控1型快速战斗支援舰，两岸紧张情势升悬。台湾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共对台主战的东部战区，初一透早无武警宣布对台发动联合演训，派出舰机导向挖进台岛，目的阻止台独。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国安国防单位严厉一并处理。美国在台协会 AIT 谴责中共无负责任的军事压迫，破坏台海和平。面对外部威胁，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有信心、有能力可以捍卫国家主权。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类似这个联合战备警巡的态势，那当然进一步再看看，山东号的在我们东南的这边的动态，那我们会有充分的掌握加以予以。国立乡证实，山东河进伫台湾应变区，国军启动应变机制，执行随备战操演，到下昼3点30分正式共拦33只，海警巡4只，加上71架次共机了台。还是处于利用一个灰色地带祈祷的一种方式，那包含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的认知作战，用许多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方式企图来威慑我们台湾，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预约24里这个情况。中国海警配合军演，几只舰队执行宽带岛管控。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是一套人马两套招牌，听命战区指挥部也将按有4只。中国海警船今日帮助适应到乌区执行。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共这摆联合军演，甲去年的联合来港演习无同，军演无大好。中共讲这是新常态。现阶段仍保持以常态部队的战备兵力来实施应处，并执行相关的准备工作。另外，中共放出鸦片，用卫星锁定台湾，模拟飞弹在本岛。为免后一摆出现台北，包括102大楼，也制作文宣图卡，考试赖总统17项国安策略。国军批评共军部队作战能力虚假，也反制中共认知战，但是国军全力等伫台海前线捍卫家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伊拉海巡是伫金门海峡掠到一个中国人，伊是驶手轮船偷渡到金门。海巡署表示，这个查甫人讲，伊受中国的迫害，去互中国通缉，所以想要来台湾投奔自由。另外，海巡嘛透过雷达侦测到4只中国的海警船驶到马祖海峡，海巡随派船去警告。初一透早6点外，海巡署伫金门海峡回境海峡发现一只可疑的救生艇，当场查到一个中国籍查甫人想要偷渡入境。滑橡皮艇上岸。海巡人员现场嘛详细搜查查甫人的救生艇是毋是有载其他的物品，随甲相关的人甲船押回调查。橡皮艇一个，然后这边划桨2只。本次小型目标偷渡案恰巧在中国发布军演前一刻，随即遭我查获。海警船随即紧压境，本次不排除与军演具有关联性，甚至可能为军演之一环。海洋委员会主委关佩玲表示，中国搭配军演偷渡模式，到今已经是第4届。112年8月18，当时偷渡客用游泳的方式寻求政治庇护。去年5月23，同款用游泳的方式先来台湾，要转去美国。去年10月中是用动力小艇的方式偷渡来台湾。这届选伫中国宣布多军种联合演习进前，以不明救生艇偷渡案件拢伫金门，互人查到。
强化整体的觉知能力，透过比方说像是所谓的海域意识或海域觉知能力，去确保说类似的渗透、类似的挑衅、类似的动作的行为，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那它当然需要大量的感测器跟大量的像雷达啦，像是无人机啦。专家建议台湾爱强化整体警觉的能力，才当有效地第一时间防止甲掠到源头。若是有建立整体警觉的能力，都较袂互人渗透。关佩玲注意表示，中国采取复式发动非正式的侵扰甲军演真明显，海巡原来甲国军全力应对中国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中国配偶小美因为武统的言论，互咱内政部废止居留许可。3月31日限期爱出境，也毋过时间到啊，伊拢无离开。昨昏4月初1，移民署是安排飞广州的飞行机航班，甲伊遣送出去。昨昏下晡，伊离开台湾进前，伫桃园机场面对媒体表达不服，话讲伊无做毋对。好，那往后慢慢走来，往后慢慢走。这一中到互移民署人员带到桃园机场执行强制出境，刘培邦请小美面对镜头几摆大声喊家己无毋对，感觉激动所在也揪落嘴暗，表达不服。也毋过同款因为社区宣传武统，互废止居留许可的黄琪，拢伫最后期限进前主动离境，就小美互遣送。针对违法个案，移民署绝对依法严查，坚毅执法，没有妥协的空间。虽然小美透早家己到移民署申报全勤队报道，参加审查会定时意见，也毋过经过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后，由原决议将小美强制驱离，安排伊家己买下昼2点10分的房机票，飞去中国广州。内政部、移民署、警政署从上个礼拜以来，对于执行公权力表现得非常的好，该配合的对象也配合得很好。那至于该执行的对象，内政部自然要依法继续执行。行政院长邓英台肯定相关机关依法执行，刘委会主委区绥靖呼吁咱国民众爱更加保养关怀，包括刘培在内的新住民，唔通因为少数人的言行，将规个群体打标头。这些极少数的这些不当言论言行的这些陆配不要影响其他国内这个认同台湾爱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些其他新住民，不要有这些标签化的影响。另外，内政部长刘世芳前一日透露，小美甲中国国台办关系密切，沟通并立悬。区绥靖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判断，甲掌握的执行。也毋过也指出，定义离台进前，包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3战。即摆小美选择无顾到离台期限，背后动机甲原因可能无单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减少啊，也毋过早暗也是同款的较冷。咱来看温度。咱继续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头早暗也是感觉较寒。北部、东北部日时嘛会感觉凉凉啊，低温是12度至14度，其中伫新竹甲新北是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今仔中南部今仔日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明仔载开始是清凉连假，一直到拜五天气拢和今仔日是差不多的，早暗会感觉较凉较冷。若日时暗时温差嘛较大，雨水拢会减少。西半部是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当时会落雨。也若到拜六礼拜，水气会变较变济，北部、东北部会转做落雨的天气。春天的天气变化是较紧的，所以乡亲早暗就爱穿好少，嘛爱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关心伫屏东的恒春南湾，这几天拢有出现海鸥和海猪，嘛有看到2只大是海鸥去互大阵的乌鹅包围。学者是表示，海鸥是比海猪还佫较大只，所以照理来讲是袂去互海猪欺负，有可能是这2只海鸥闹阵，看起来嘛无啥体力才会安尼。海边出现真大的海鸥鱼尾，互民众拢真欢喜。屏东恒春的南湾海域3月31日出现2只目测体长大约12公尺不等的大石海鸥，周边有真侪疑似海猪科内底体型真3大的卫虎鲸30-40只有吧，一年可能遇到1次，可是都是1只2只搁浅的。鲸鱼看起来的活力不高，如果海豚靠近鲸鱼多一点的时候，鲸鱼都会拍尾巴，可能就是要把它们赶走吧。大石海鸥已经真久无出现伫
恒春附近的海域，互畅水客也是游客拢真欢喜。资深的船长表示，过去常常有海翁为着钓鱼仔出现伫恒春沿海。港外遐两条石头，遐都有啊，一边到遐就对啊。民众伫水下翕到大石海翁的形影，来到水面就发现大石海翁像要互卫虎鲸包围。学者表示，卫虎鲸平常时确实会攻击海翁的囡仔，但攻击身体较罕见。怀疑两只大石海翁可能是体力无够的个体，甲伊的朋友游得比较慢或体力比较不好被盯上，因为他们很聪明，你换气我也要换气嘛。要起来换气的时候，它整只大只把你压下去，不让你换气，就让你呛水，让你身体越来越弱。我觉得行为确实是有点像。现场卫虎鲸大约有2群，总共50几只。学者推测可能是族群食物的需求较大，才会选定围捕大石海翁。嘛呼吁游客甲水上活动的业者唔通越过，以免惊扰海翁海猪。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再来，咱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经发生暗红受压禁见，最近是传出讲伊肝甲健康出问题，昨昏第3届介互就医，医生看煞了后是讲无需要住院，所以中昼的时就互伊转去看守所。验过伊的看守单背期，伫面册顶头是证实讲有影要开刀。伫今仔日透早7点的时，郭文哲已经奉送去卫福部的台北病院要做手术。来看联合报，受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加上美国科技股头一季大落，连带影响咱台北股市嘛跌甲真险。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昨昏就公布劳动基金上新的收益，今年到1月底，劳动基金整体规模是达到7兆1800多亿。将2个月有赚1075亿，收益率是1.59%，也毋过收益有减12亿。来看自由时报，美国贸易代表署8月发布年度外国贸易奖介报告，列出各国进口去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设定政策和法规。报告书400页内底有50页拢在批评中国，批评中国的产业规划，其中危害上界严重的产业规划之一，就是中国制造2025。美国4月初2要宣布对顶关税细节，这几天美国嘛公布一份对外贸易奖介的评估报告，点名台湾针对进口的美国车有数量的限制，佮规定美国猪肉爱有产地标示，针对美国牛肉拢爱检验，这可能拢是美国认为的贸易障碍，敢会影响到咱台湾的产业。农业部和经济部拢强调讲会继续斟酌，继续注意。团猪标章的话，你其实要拿到的话，你其实还是要提供说你检验合格去做申请。店门口打大张大纸标示是台湾猪，无想到即马美国政府煞点名，这种的标示可能会造成贸易障碍。可能的影响的产业，我们也做了评估，对等关税的公布，那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农业部讲持续关心这个影响，因为美国川普政府预定当地时间4月初2实施对顶关税，不过就伫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出一份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表示台湾对进口美规车有些数量限制，也有进口台湾的美国猪爱落实产地标签，也甲标示莱克多巴胺的残留用运量，影响美国猪伫台湾的形象甲销售。另外，对于美国进口的牛肉，台湾保留真侪项障碍措施，恐惊也有贸易障碍。要吃得明白，产地标示是必然、必须、必要的。养猪协会的立场，当然跟消费大众一样，一定要标示产地。那定标准，我想这个是各世界各国都有的 sense 吧。我们的牛肉也不能随意出口啊，只要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疫病啊。对这代志，行政院经贸办嘛有回应，各国政府为了维护国民的健康安全、产业结果的考虑，拢会实施一寡贸易管理。各主管机关会以专业的态度，甲美方持续沟通讨论。另外，因为美国4月初2实施关税的时间晚近，受冲击的恐惊也毋若单一产业。
美制物品贸易进入台湾的一个关税呢，都将全面的大幅度做一个修正跟调整。也就是说，透过对等关税的部分呢，强迫我们坐上谈判桌。经济部讲，美国扣对等关税，拢有无意推测相对应的情景，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不过，目前予人点名的产业背后牵涉到真大议题。伫美方公布正式措施进前，各界爱谨慎因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缅甸大地震已经造成2700个人过亡，阁有超过4500个人受伤。除了即马继续咧找找、继续咧搜救，嘛已经出现人道危机。庇护所、清气的水、甲药啊，拢严重无够，嘛烦恼刷落来会引起传染病。当地病院已经制作袂调，赶紧呼吁国际社会去斗相共。缅甸强烈地震重灾区继续伫咧搜救，成立野战病院，不过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The critical window for search, as I said, is really narrow now. Shelter, foods, the clean water, essential household items are all in a short supply. 尤其是水，真侪水管甲化粪池拢害去，过拄到一年内面上热季节，外口的温度要甲摄氏40度。联合国几落个机构正担心灾区会出现涝透症。It is super hot out there, and communities don't have access to running water, and they don't have access to drinking water. 世界卫生组织讲，病已经无法度负担，医疗用品也即要用完，也欠燃料。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把这种情形定调做相关顶级的人道危机，正动员调度篷布、困地加网搭，也因为路桥损害严重，救援任务正困难。自强港到曼德勒，以前塞车8点钟就会到，难民署救援队这边是塞13点钟才到位。We have been able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We haven't experienced so far a blockage. 联合国讲物资会继续分，不过嘛爱会当到灾区，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援助。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老弟心讲，伫咧一个国家发生这么重大灾难时阵，缅甸军政府犹原互百姓正惊吓。伫咧军事限制情形下，无网络、无社群媒体平台，同灾区的资讯大家了解有限，百姓的性命受到威胁。虽然军政府欢迎所有的援助，不过所拒绝台湾的紧急救援人员入境，也不准外国媒体伫缅甸报道地震的灾情。军政府即马就应该改变做法，互人道援助会当赶紧到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缅甸大地震死伤惨重，其中有一个对台湾去到缅甸姓林的负责人，掉伫曼德勒倒去的旅馆内底。经过几若天的找找，最后一组搜救团队伫现场已经确保性命现象，所以规个救援行动嘛已经结束。缅甸离北发生强烈地震了，伫正阳曼德勒的长城饭店倒来，其中姓林的大兄，迄人阵徛伫咧门边有走出来，因故伊牵手被缀伫咧内边几落天啊。经过最后一组搜救队侦测，现场无生命现象，救援行动结束。最后一队，他们说他们的设备是最先进的，他们也爬到里面去的，没有测到那个有生还的奇迹了，所以他们要赶着去别的地方有生还奇迹的地方去救援。高校守伫咧现场，希望会当有奇迹出现。不过即马正天气正热，搁遮尔侪尸体，气味正歹皮。他们也有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尸体，但是因为现在是没有办法进去。我们在现场已经受不了了，因为全部都是尸体臭到，大家都受不了啊！但是也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一直要在那边守，从中午到晚上。现在已经没有搜救团队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去了。对台湾来的姓林的翁仔某退休了做公益，伫缅甸成立基金会7年外，无想到讲拄着强烈地震，牵手不幸死亡。林先生讲，若找到尸体，会先伫当地火化，再甲牵手带回来台湾。因为我这边人生地不熟，很希望呢，我的恋人，我能够把骨灰呢送回台湾。我乃希望代表处能够帮忙。缅甸拄着8年才会拄着一遍的强烈地震，死伤的人数一直还阁伫咧增加。黄金救援时间72点钟已经过去，当地搜救行动又还伫咧继续，救援人员到其他可能还阁有人活着的所在，希望会当救出更较侪性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缅甸大地震嘛，造成泰国曼谷一间中国资金起的审计办公大楼规个倒去，现场即马也搁咧抢救。验过黄金救援72点钟已经过去啊！伫边等待消息的家属心情拢真沉重。即马泰国工业部是怀疑即个审计大楼用的起的钢筋、钢材拢无合格，已经咧检测。泰国政府嘛认为材料有影是有问题。泰国曼谷审计办公大楼倒去，当局继续搜救，即阵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现场的气氛更加沉重。泰国工业部长怀疑这栋大楼有用无合格钢材，30带人去现场检测装起，尾下政府公布钢材确实有问题，引发当地媒体关注。ประเด็นแรกเลยก็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ค้นห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นี้ยังมีผู้สูญหายอยู่ถึง74คนแต่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สาเหตุที่เกิดขึ้นว่าสาเห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กิดจากอะไรก็จะเป็นอีกหนึ่งจุดที่สื่อไทยจะต้องโฟกัสเพื่อที่จะหาสาเหตุให้ได้ว่าอาคารถล่มในครั้งนี้เนี่ยวัสดุอุปกรณ์ใน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หรือ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หรือ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ที่มันไม่ตรงสเปค除了泰国审计局办公大楼，根据中铁十局的公开信息，在泰国普吉岛的黄家大学宿舍、清莱黄泰局大学医护人员宿舍楼、甲中泰铁路第一期工程，拢同款是中铁十局承包。中铁十局的中国资金股份占49%。这阵泰国商务部长下令要调查，万国民众发现徛家有必顺惊家己厝也会倒去。泰国钢铁协会检验审计大楼28条钢筋，其中有13条无合格，也发现钢筋的制作工厂去年12月就已经互查封。不过到底为什么会造成遐尼大规模结构的损坏，需要彻底调查来理清责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中国解放军发动环台军演，白宫是回应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强调华府反对任何以武力压迫的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美国国务院嘛表示，中国无正当的理由就进行这款不负责任的威胁和军事行动，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会伫当时间4月初2宣布，将要对全球所有的国家进口去美国的产品扣进口关税。全世界有和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拢有可能要面对和美国加扣关税。目前关税计划的细节也无清楚。华盛顿邮报有报讲，白宫的幕僚是建议针对大部分销去美国的商品扣20%的关税。美国税收安尼就会当增加美金6条。继续关心南韩的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南韩宪法法庭伫这个拜五会宣判，若是有通过，南韩就要伫6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大选。尹锡悦另外也有因为内乱罪接受刑事审判，若是方定罪，伊有可能要面对死刑，也是无期徒刑。因那上新的民调是显示，有6成的南韩民众支持罢免尹锡悦。金管会31日时有同意台新金控和新光金控会当合并，会改名号做台新新光金控。昨昏两间金控公司有开记者会，说明即马合并的进度，基准日是定伫7月24。台新和新光合并了后，就会变做咱台湾第4大金控。台新金控甲新光金控伫4月初1开合并记者会，宣布合并了新公司的名号做台新新光金控，合并基准日定7月24。期间，新光金控正式下市，原新光股东转做新金股东。鼓励政策，简单讲，我们会分配给所有今天台新以及新光的股东啊，因为我们是已经先拿到核准函。我们才各自召开盈余分派的董事会。总经理林伟尊强调，这边合并是强强联手，将带来更加大的平台效益加成长空间。未来将会照无共子公司整并的时程，分阶段完成整合，希望所有的主管拢留来拍拼，也特别拜托新光金控的总经理陈文君留来。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主管都能够留下来一起打拼。那陈总经理以后会是我非常得力的这个副手。各个业务包括证券、银行，特别是人寿那个非常互补性很高，所以互补性高就表示什么？成长的这个成长性也是非常高。我想不止我啦，我想每一个员工都希望到一个
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第新港新港合并了，将会成做台湾第4大金矿，7月24日会先完成金矿合并，结果在进行子公司合并作业。认为准讲投信证券比起来是较简单，应该会当伫今年内完成合并。因那银行系统是较复杂，初步估计要1年的时间做整合测试。因那年收是维持2026年合并。准销公司虽然是台新人寿，不过会改名做新港人寿，保留品牌价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去年7月份的是伫台南安定的赛车场查某便所内底，红豆尖空的摄影机偷翕，警方接到报案了后，有随抓到一个姓刘的嫌犯。即马是发现讲，这个姓刘的嫌犯是调查局的调查官，伊伫犯法已经互检方提起公诉。警方逮捕的白衫查甫人，去年7月伫台南安定赛车场查某便所装监控摄影机，警方协报埋伏现场，抓到来回收摄影机行迹可疑的姓刘嫌犯。男子行迹可疑，且神情紧张，在附近徘徊，遂将该名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警方为嫌犯身上敲出监控等设备，清查超过10外人受害，包括员工、电场码头等。调查过程甚至发现，嫌犯其实是调查局的调查官。检方以诬告落他人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多次以针孔摄影机摄入他人隐私部位，侦查后认刘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1项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调查局协报了后，回应已经将姓刘嫌犯调离现场，启动行政调查，也会召开临时考察委员会终检处理。不过，公务员司法人员偷翕案件并无罕见，派出所警员、联谊关合作人员拢捌爆出偷翕事件，或者认为政府部门要加强相关教育。公务单位，特别是司法公务单位，必须对自己的员工有更高的要求，不断的要去做这些妨害秘密性侵、性骚这些的提示。对于那些问题被发现的这些人，是要做更个案式的辅导，然后送到治疗单位去接受一个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学者认为，司法人员对守法甲道德要求要比民众更加悬。除了行政辅导措施，调查也是判决了后的行政处分，敢是免除公务员身份，要看犯刑严重程度甲涉及罪名，审慎评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诈骗嘛是互人真头痛。警方即马就要和民间企业合作，鼓励民众斗阵来抓诈骗车手。若是成功有抓到，检举有成功，一个人会当摕到5万块的赏金，计共有100个名额。另外，唔通就是车手拢是少年家。台南的警方即马就抓到一个60多岁车手。伫邮局 ATM 头前行来行去，负责人一直换卡片，操作机器在领钱，但是嘛看来看去真警觉，警察赶快过来做歹代志，互抓到。诈骗集团缺工，进而转向利用中年人。已经60几岁啊，所去做诈欺的车手，警方无摆拄诈骗集团嘛真欠人，佮有不法的组织是专门经金门的官民，要求因来本岛领60钱，才走转去离岛厂。引导会来，没，我们不要反抗什么。一旦摕到被害人的钱，车手是重要角色。按照有效来封岛，有民间企业是捐予警方500万，只要民众成功检举，互警察抓到人，逐个人都发5万，限定100个名额。警察埋伏才有可能抓得到，我们一般人不可能说走在路上说，你是不是做那个诈骗车手？我觉得被害人几率会比较高，因为遇到这个状况嘛，你就会想要去做检举的动作。其实警界本身嘛有真相同的机制，鼓励打诈提奖金，一个人会当领1万。不过这套制度的运作，警政署长嘛承认讲，过去的效果是真有限。我们非常的期待，就是说窝里反的这个效果，鼓励这个集团里面的人员出来做检举。过去我们大概在宣导上，可能很多民众并不晓得说检举车手有这一笔的奖金，检举车手的这个民众比较少。打诈仪表板显示讲，今年前3个月诈骗案受理是超过4万件，一个月财产的损失拢是破60亿。警方这摆锁定车手重点来打击，各甲检举奖金加起来，敢会当来发挥作用？学者是无这么乐观。与其说发给让我们每一个一般市民都觉得自己是个警察，可以去检举，那还不如呢，我会建议警方可以把它使用在作为我们内部人员的教育训练，让警方拥有更高更好的职能去侦查。要让诈骗产业链规个无去，学者分析，警方的办案技巧的强化，还有民众观念的提升，两个是一个拢袂当欠。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消息，镜头来台中有公车伫上下班时间，车来去的时，公车是停伫路中央，互人客上车落车。要坐公车的学生只好经过车路去上车，看起来是真危险。市府表示，这只公车已经违规，会针对公车业者来处罚。公车来到中山车道，直接停车，开门载客。这么危险，叫学生绿灯，叫学生过去。学生伫交通尖峰时间，被迫软过车停坐公车，看到民众看袂过去，破防。批评中路客运公车2月20到3月31尾仔嘛，伫台中市私立宜能高中头前，东大路的公车站牌，中路客运45路公车，拢有伫路中载客情况，当地民众也捌看过。是拢喺轻高不够，才摆啊！啊，现在拢踮咧路中坐车，系啊，因为感觉就危险，就危险的。当然会觉得非常夸张啊，因为还是以我们的安全为原则嘛，所以它应该是要靠边。中路客运趁塞车无停靠路边载客，台中市交通局决定处1000至5000的违约金，佮列入评鉴扣分。业者讲会对违规驾驶记过停办处分。系不同司机驾驶不同车辆所为。本公司针对未依规定停靠载客绝不允许，将依规定惩处2名司机记过处分，也会将司机召回停班再教育训练。新竹县也有类似的情形，一台竹东高中的交通车3月30早起6点外，直接停伫竹北市公明6路甲中华路路口，互学生一个一个上车，互批评无顾囡仔安全。在路中间啊，这个有的人万一直接冲过来就撞到了。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第1项2款，在交叉路口处临时停车，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这个机动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伫交叉路口临时停车，会当处300至600的罚款。学校强调，已经调整上车位置，要对全车司机甲车长安全教育，维护学生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镜头来花莲的警方接到报案，讲有国校的查甫囡仔伫市区去互保熟悉阿伯带去附近的停车场骹来手来性骚扰。警方即马已经找到这个嫌犯，甲伊移送法办。监视器内，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骑机车来回伫巷仔，等待为补习班下课的查甫囡仔。所来，伊将查甫囡仔带去附近的停车场，开始要求查甫囡仔脱衫，也伸手去摸查甫囡仔的身体。像是一个预谋犯案的一个行为，非常恐怖。那我们对于补习班附近会发生这种事情，非常的讶异。孩子一直要求家长要把门锁好，一直重复的要求啊，晚上也睡不好。这件性骚扰案是发生伫3月30，警方接报了后，将这名查甫人的身份佮约谈到案。查甫人所表示，家己只是随讲话无恶意，因为警方调查发现，伊几夜摆来回伫事发地点附近，动机真可疑。巷弄内骑车徘徊期间，疑似有对该民众性骚扰行为。警方获报后，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现已查缉嫌疑人到案，全案将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虽然警方强调会加强巡逻，也毋过家长艰苦的呼吁，家长爱加注意囡仔上下课的安全，也希望民众伫看到囡仔需要帮助的时阵，会当出手斗相共。因为查甫囡仔身心到即马拢无法度平复，可能需要做心理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通园有消费者是指控讲，伊伫煎饺连锁的煎饺店内底食煎饺，伫要食煞时有看到有煲过树奶糖，也毋过店头是正讲迄是肉，毋是树奶糖。即马连锁业者是表示，准讲因的分店有去影响到消费者权益，违反规定就会解约。伫有名的煎饺店买15粒的煎饺，食到剩3粒，详细看。竟然有煲过树奶糖伫内底，那个是生肉。所以老板，你跟我说这个是生肉是不是？对，生的肉，然后它煮了以后，它就分出那个血水，然后凝固成，那颜色很像口香糖。哎，没有，它就是口香糖。觉得蛮恶心的啊，就是当下就是整个身体发毛，然后有点想吐。但口香糖不是，就是没吃过，它是吃过的口香糖在里面。针对店家辩讲是青白，董事长叶先生真生气，请店家还看什么头发？店员唔拿将帽仔摕落来蒙头毛，然后将手放入嘴内，卫生真无好。倘查有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项目，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届期未完成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昨天的话，长官他们就是有紧急在晚上就是到门市那里去做了一个稽核。对，那针对门店的话，它有几点就是不符合公司规定。煎饺店大门锁起来无情无营业，连锁煎饺业者回应，问市加名主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甲合约规范，会时终止加名关系，也积极甲消费者联系，妥善处理后手服务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中运，按22当了后，即马又搁要伫台南举办。是伫4月19到24，有1800外的选手会去台南参加。台南市长黄伟哲昨昏就专工开记者会，伊是表示，全中运的选手拢真少年，这少年家介意听演唱会，所以今年的开幕会办甲亲像演唱会同款。打上网3礼拜 ，YouTube 的点阅数量就1824万。韩国出道的台湾女团范娜小瑩，伫咧114年度全中运记者会现场演出，替4月19的开幕式暖场。非常期待，因为听说今年的卡司非常的厉害。那 Jane Blue、日本女团 Cutie Sweet、韩国 Super Junior 的李旭、台湾罗光中、甲赵依依，拢会伫开幕式演出。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全中运的选手是中学生，少年特别介意演唱会才会安尼安排。也台南让22冬搁再举办全中运，对台南的体育发展也有帮赞。这几年来，台南市的这个全中运的表现，以及全国运动会的表现，事实上都越来越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事实上，在体育的境界里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24号结束了以后呢，27号开始就是长隆大学举办了全大运，然后我们把2个赛位衔接在一起。所有的选手，未来我们的亚运、奥运的选手，也许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全中运里面来产生。原底就有真侪人去台南观光，佮加上1.8万名的选手甲相关人员，会伫4月19到24来到台南。黄伟哲就古都马拉松的经验表示，交通、旅社、场地甲人流的管制拢无问题。也毋过有缘会认真来举办，互选手顺利比赛，摕到好成绩，帮助因升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10外当前，嘉义德业高中的学生，因有组一个阿里山青年大赛团，因是希望会当将阿里山林体加推设做世界遗产。伊嘛伫德业乡的庄头去找找和林体相关的历史资料。最近就伫德业车头的古早宿舍举办展览。无人大的旧宿舍，和阿里山青年大赛少年人用各种丰富的资料来装它，内底有这阵人为2015年开始到当的记录。因若要替阿里山林体争取世界遗产的身份，嘛要保留德业在地基地。高中的时阵，甲朋友做伙拍拼的痕迹，然后做一个房间的展出，嘛有讲咱10年过收集的一些社区的故事，像讲德业、青卡甲罗满安尼。阿里山青年大赛原本是德业高中的一个社团，要互学生入捌在地的历史，想要到参与的过程中，学生了解林业披露甲在地文化的重要。就一直经营这个社团，甚至毕业的学生佫成立协会，除了向国外文化遗产的单位来合适以外，嘛透过各种记录来保存故乡的故事。本地我是想讲，因这算讲是一个社团的活动吼，结果我感觉伊落尾发展甲今年已经10年啊，这真正是都难能可贵的吼。甲世界遗产这个代志，互阮的是说感觉都足趣味的，嘛想要互因就是关注我们，然后也就是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互因嘛介意家己的故乡。阿里山青年大赛少年人讲，10档的时间，当初的高中生有人继续读册，嘛有人已经食头路啊。大家游玩真坚持，配合阿里山铁路的通车，会继续来拍拼，希望互愈来愈侪人重视世界遗产的代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新竹县的尖石乡马太古道拜六礼拜的时，有真侪人会伫遮爬山，也毋过登山口头前路真下，停车位阁无济，车济人济就会真危险。所以公所即马拍算要向交通部来争取补助，改善当地交通。民众想要爬山运动一下，来到停车场，煞早就已经停满满，规个停车场敢若会当停6台车。当地人讲，若是拄着假日，民众违规停车的状况就会真严重，有时连小闪车都有困难。以前都很小啊，然后车子都要会车都很困难，然后停车都不方便。那如果以后有那人行道，我们可以停在比较远的停车场，再走过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安全啊。常来这边爬，那以前很麻烦，就是要抢停车位，又找不到地方停。如果现在以后有这个步道可以这样走过来，觉得很方便。新竹县尖石乡马太步道，因为风景好，假日总吸引真侪游客来运动。因为停车空间无够，县府甲乡公所合作，按算对内湾的武成宫停车场新开一条长约600公尺的行人安全步道，除了提升用路人安全，也增加停车空间。我们常常看到，在从武圣宫停车场游客停车了以后呢，步行经过这个120线。然后到这个经过这个一心大桥，然后转往这个马太古道的入口。那由于这个没有实体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设置，加现在只有标线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险象环生。我们希望从武圣宫以后，可以跟这个120线做一个实体的人行道，然后再透过这个一心大桥的这个人行道的一个结合，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外来的游客呢。做这个步道体验的时候，能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道路。新竹县工务处表示，改善工程差不多要开3000多万的经费，会向交通部提出计划，争取预算，希望量早改善当地停车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中华北京真有名，也毋过有的风景即马已经消失啦。最近中华有在地工作室举办走读活动，带民众来了解北京的转变。位中华出名的八卦山大佛，会当看到全中华市的景致，甚至是鹿港的港口。过去这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定军祭，嘛是中华北京之一的定祭梦洋。在地版画工作室举办文化体验课，用中华北京的概念来了解八卦山的演变。在了解到原来八卦山有足多这种文化，然后佮有迄个内河的步道，原来遐就是内河的步道。愈了解八卦山的历史安尼。老师有讲到迄。北京有无？迄北京有旧的，佮有新的，我感觉这足赞的。以后若是朋友来，我就会当甲因讲，吼，阮以早是啥物，今仔是啥物，会当带因去倒位佚佗。中华北京当中有2位伫八卦山，另外1位就是风亭坐龟。当初的风乐亭经历时代变迁，即阵刷起八卦山文学步道，而且用红文图灯起号做太极亭。地方版画工作室甲中华北京扩大做中华北京进行创作，带民众行踏古中华北京，嘛互因体验新中华北京的版画印刷。这个体验不叫彰化八境。它叫白境的原因就是每个月都会做一块新的版画，然后版画其实都跟彰化无关，但是这也是我自己透过安尼的方式去认识彰化。版画工作室表示，过去的中华北京有的已经消失，但是亲像鹿港龙山寺、花坛、迎灯牌、信行车库，嘛拢是真有代表性的中华景色。工作室目前已经创作30多百个中华北京版画，未来也继续用版画方式记录中华历史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县华的世界菜市中心有全世界上界大菜市的精源库，目前是保存155个国家超过55000款菜市种子。最近呢，农业部有要拨1700万来协助这设备换新，或者种子会当长期保存。入去零下温度的精源库，超过55000份珍贵的种子拢收伫遮。这就是全球规模上大的菜市精源库亚苏中心，就点台南县化。这起头对1970年开始收集，到2010年外交部赞助，才有今仔日的规模。农业部为着确保精源库发挥关键的功能，拨1700万经费来全面升级，库存量增加2.5倍，能源效能嘛提升，通应付日后气候变迁的挑战。我们整个能
能源的使用效能大幅的提升，我们的电耗降低了40%，对全球的碳排也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经过这一次完整的翻新，我们把整个工作动线，包含从田间到包装室到入库，好，这整个工作动线全部做了一次的优化。原始种子库从本来的正5度 C 的库体升级到了负20度 C 的库体，那可以让我们的原始种子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阿苏目前保存的种子来自150个国家，涵盖330种蔬菜作物。像种子若要入库，就要经过打色处理，才可进入短期的保存库，刷来再个抽样进行发芽等测验，才通正式包装入库。像咱实施的力道，实际上冇不同的色水甲外形。近来阿苏团队研究伊的基因，嘛找出甲抗热抗病的品系，目前伫印度的部分有初步的成果。印度遐温度有当时会当到38度、37度，所以控热呢会当控热到差不多37、38度的温度。抗热的品质对这个农民，还是讲对咱的以后绿豆的生产是最重要的。面对全球暖化甲极端气候，这摆透过升级，阿苏中心讲，因会继续提供予全世界育种专家、研究单位甲农民等使用，协助培育更加适应气候的作物，嘛展现台湾伫农业永续发展的国际角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自冬节要到啊，咱全台湾唯一一间服晒牵颈土地公的土地公庙伫基南是仁和福德庙，因是专工车、文书工作者设计册啊，用互囡仔甲手印、卡印会当印伫顶悬，将做囡仔独一无二自冬节的礼物。秋冬是印尼印地字铁顶悬，完成大显新手双手万灵才祝福话，全台唯一供奉牵颈土地公的三圣仁和福德庙，请文书工作者陈英凯来设计，推出和手卡有关系的成语做的字铁，囡仔用手还是卡来印伫的字铁顶悬，土地公加持了后，就是个人专属的囡仔节礼物。囡仔摕土印好的字帖，甲土地公的身上头前写多写。这阵土地公牵一个囡仔是真特别，互在地人讲是囡仔的守护神。文书工作者嘛推论这组特色的身上出现的缘由。东西刚好3星地区的开花，所以讲那个时候人丁就是一个劳力嘛，所以讲等于说应该在开花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等于讲垦民，伊希望讲会使。能够人丁旺盛。这座牵囡仔的土地公伫地方顶悬，真侪民众拢会来祭拜，祈求厝内会当加囡仔、加财富。出现背景，文书工作者推论讲是三星地区拄开发的时期，迄当阵真侪家庭拢是做田的，有人力的需求。透过儿童节，尤其咱这个土地公牵囡仔有这个守护神的概念，所以讲希望讲从囡仔大，咱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甲你的囡仔带来遮，来。感染一下咱这文化的气息。庙方就是因为最近几年，真侪少年人已经无重视在地传统的民俗，才选伫个儿童节这天，以送特色的字帖和含量转运的小红包，希望会当成这少年的爸爸妈妈，带因12岁以下的囡仔到土地公庙内面来祈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文化消息来看，咱台湾雕塑家黄土水的作品3当前对日本送回来高雄。这段咱台湾和日本交流的故事，即马要用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舞者徛伫舞台顶，对背部绘出藤枪设计图。来自日本走道的玉林艺术舞蹈团创造这出现代舞，要重现100年前山本地二郎打造球仔头藤枪的历史，以带领台湾的藤业以及高雄这个城市走向新的发展。落尾到山本地二郎当上对走道送回来台湾的故事。我是感觉这是一种新的循环啦吼，人对咱好，莫讲当上体来段无咧交流哦，安尼失去这个意义啦。当初的山本悌二郎这个铜像迎回来我们的桥头糖厂是一个契机。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舞团的一个交流，不止让这个故事，让这个台日的交流友好的交流可以延续下去。2022年，走道将黄土水大师雕塑的山本地二郎当上送回来高雄，同时要创立舞团的玉林素子到3工，要安怎让这段100年的姻缘流传落去？玉林素子决定要用伊的舞蹈来做这个第一人，尤其这摆有高雄的小学生来加入公演，嘛是上好的文化传承。我做
一直烦恼讲吼，我若过身了，我做的路拢会无去着无。但是一定要有少年人去接落去安尼，智慧就是阮接着啊。希望讲吼，迄个在较久吼，这黄土水甲迄个三本铁人因的人格因的友谊能够一直流传下去。对8年前的藤枪建立，3年前的当上登的台湾，一直到今年的武道公演，都亲像社中庭讲的，这是一个新的循环。高雄甲祖都用文化交流和双方的感情愈来愈深。记者柯家驻高雄高雄采访报道。早起看世界，来看美国的太空人出进步。自本按算要留8天，结果煞留伫外太空9个月。因伫2礼拜前，因成功返来地球，嘛头一届开伫顶一日头一届开记者会，来分享这段意外经验。其中有一个太空人就表示，返来地球上界欢喜的，就是会当倒伫眠床。Went to bed. Felt good. Lay down on a b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9 months was pretty awesome. I crashed until the next day. 调伫太空站9个月，也伫适应重力的女太空人威廉斯，虽然外表看起来好亲像有较老，不过讲到这段意外旅程，也是真有精神。伊甲魏摩尔去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星际飞机和太空船出任务，不过伫对接国际太空站的时阵，发现有氦气泄漏，也甲推进器失灵的问题，互因这段太空旅程为8天变作288天，到底是谁爱为这个问题负责任呢？ But certainly there's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all the programs, and certainly you can start with me. 伫共同召开的记者会，魏摩尔坦白承认太空人完有责任，伊甲威廉斯拜三要访问波音，探讨太空船突出的问题。不过两个人表示，也是对波音太空船有信心，会愿意搁做。There's lessons learned, and that's like a piece of hope, right? We're not just sitting h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we're learning from every mistake. 嘛是甲经验传承予太空人，威廉斯讲，伊嘛要甲囡仔讲，人生的旅程本来就充满意外甲惊喜，只要伫家己的目标真用心，其他的机会门就会为你开。Just resilience and being able to take a turn that was unexpected and make the best of it, and I think that i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I want to, pass down, particularly to kids.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道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 外岛10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